各位街坊、各位觀眾，全城矚目。距離8月23日星期日晚上喺啟德體藝館隆重引爆嘅中年好聲音4總決賽登峰之戰，已經進入最後嘅倒數階段。就喺全城都喺度猜測究竟邊個可以奪得呢屆總冠軍寶座嘅時候，我哋卻捕捉到一個令人驚到下巴都跌埋嘅畫面。試想像一下，當你喺舞台上聽到一把嬌滴滴、百轉千回，甚至能令女人都自愧不如嘅絕美女聲嗰陣，你腦海中浮現嘅係咩畫面？係弱柳扶風嘅佳人，定係深情款款嘅書生？錯，係啦，大錯特錯，真相絕對衝擊你嘅視覺神經。呢位喺中年好聲音4舞台上以神奇雙聲線殺出重圍，被網民封為無敵黑馬兼東方不敗嘅大熱門，尹景純竟然喺旺角嘅一間健身中心 VIP 房入邊化身進擊嘅巨人，身穿緊身運動背心，渾身上下散發住荷爾蒙，大 show 佢嗰高達44寸嘅震撼胸肌，仲有線條分明到可以夾死蚊嘅麒麟臂，一把雌雄莫辨嘅天籟魔音，配上一副超級賽亞人般嘅魔鬼爆肌身段，呢種極致嘅反差萌，簡直係喺挑戰我哋人類認知嘅極限。但各位，喺呢副驚人嘅體態同華麗嘅聲線背後，究竟藏住多少不為人知嘅血同淚？今日帶大家撕開呢層華麗嘅包裝，走入大馬過江龍尹景純嗰段有血有肉、笑中有淚嘅登峰之路。講真啦，我哋喺娛樂圈見過嘅明星，為咗上位，為咗保持體態，有幾拼命，10隻手指頭都數唔過嚟嘅。打好似尹景純呢種到咗35歲，仲要把自己逼到呢種極限嘅，確實少見。你知道旺角係咩地方咩？嗰度係香港最接地氣、美食最多、誘惑最大嘅狗販之地。但我哋嘅雙聲魔王尹景純喺健身房嘅 VIP 房入邊舉鐵舉到青筋暴起，汗水好似瀑布一樣流。嗰44寸嘅胸肌絕對唔係靠花拳繡腿能練出嚟嘅，嗰係成百上千個小時嘅高強度重量訓練生生摘出嚟嘅。點解啊？因為佢深知喺呢個舞台上，你要俾觀眾嘅唔單止係聽覺嘅享受，你要俾嘅係極致嘅視覺衝擊。佢要用最完美嘅巔峰狀態去迎接啟德體藝館嗰一戰。但最令我動容嘅，其實唔係佢舉咗幾重嘅鐵，而係佢離開健身房後嘅一個微小細節。操練完，體力透支，行喺旺角嘅街頭，迎面撲嚟嘅係咩？係牛雜嘅香味，係雞蛋仔嘅香甜，更是香港名物咖喱魚蛋嘅麻辣鮮香。尹景純都係個凡人啦，面對地道小食店嘅誘惑，佢終於忍不住行上前啦。你吹點樣？佢小心翼翼地用竹籤搓起幾粒咖喱魚蛋放入口入邊，夾咗幾下吞落去，然後火速停口，轉身就走。各位，幾粒魚蛋啊！對於一個啱啱完成高強度重量訓練、身高體壯嘅35歲成年男人嚟講，呢連塞牙縫都唔夠。嗰一刻，我仿佛睇到咗佢內心正在經歷天人交戰，食定係唔食，冠軍定係魚蛋，最終對冠軍寶座嘅極度渴望，徹底戰勝咗口腹之欲。呢種對肉體同欲望嘅極致克制，呢種味紅鮮苦嘅覺悟，你話佢係咪對今次總決賽嘅冠軍志在必得？呢種人活該佢紅。可是觀眾們睇到嘅係佢延咗挾住第一名佳績，強勢殺入終極7強嘅風光，卻好少有人知道佢呢把天籟雙聲曾經差啲就在異國時鄉嘅酒精同煙霧中被毀掉。時光倒流回幾年前，35歲對於好多選秀歌手嚟講已經係一個超齡嘅數字。喺參加中年好聲音4之前，尹景純嘅大部分青春都留咗喺馬來西亞嘅酒吧入邊做酒吧駐場歌手，聽上嚟好似好浪漫，抱住吉他飲住小酒唱住情歌。但係行內人都知道，嗰係一場對身體同靈魂嘅長期消耗戰。
尹景順喺當地做駐場歌手多年，每天晚上面對嘅係咩？係嘈雜嘅環境，係酒客嘅喧鬧，更是每天必須高強度演唱至少20首歌曲嘅硬性指標。20首歌係咩概念？一場紅館演唱會，一個頂流天王天后唱足3個小時，亦只有30首歌左右，唱完仲要休息好幾個月。而尹景順係每天呢種長年累月嘅工作模式，對佢嘅聲帶造成咗極大嘅負擔。你以為佢嗰渾厚穿透力極強嘅男聲同細膩溫柔嘅女聲係天上掉落嚟嘅？嗰都係喺無數個聲帶撕裂邊緣硬生生練出嚟嘅肌肉記憶同發聲技巧。而且我哋平心而論，馬來西亞嘅華人音樂市場雖然出過好多天后天王，但本地嘅發展空間畢竟有限。天花板就喺嗰度，你唱得再好，每天晚上為你鼓掌嘅，可能來來去去都係嗰100-200個熟客。35歲啦，夜深人靜嘅時候，睇住鏡子裏自己漸漸成熟嘅面龐，尹景順不禁問自己：唔通我呢世就咁樣啦？我嘅音樂人生就只能局限喺呢個小小嘅酒吧舞台上咩？為咗唔讓自己嘅生命留下空白與遺憾，呢位大馬漢子做出咗鹹魚翻身般極其瘋狂嘅決定，毅然放下喺大馬積累多年嘅基業、人脈同安穩嘅收入，收拾行囊，隻身嚟到香港參加呢個全城矚目但亦殘酷無比嘅競技場——中年好聲音4。嚟香港講得輕巧，一個35歲嘅大馬過江龍要面對嘅唔單止係極其激烈嘅競爭，仲有適應異地生活、水土不服以及孤獨感帶來嘅雙重心理壓力，甚至因為佢嗰極具特色嘅雌雄莫辨聲線，初期仲遭遇過唔少非議，有人話佢劍走偏鋒，甚至有人嘲笑佢係咪媚紅仙嬌。但係真正嘅強者從來唔會把時間浪費喺抱怨上。尹景順把所有嘅辛酸、委屈同壓力全部轉化為咗舞台上嘅動力。佢曾經喺接受訪問時眼泛淚光咁樣坦言，只要企喺舞台上，聽到現場觀眾嘅嗰一聲掌聲，睇到評審眼中肯定嘅目光，喺健身房流嘅汗，喺旺角街頭忍住冇食嘅魚蛋，甚至以前喺酒吧唱到喉嚨出血嘅痛，全部都值得㗎喇。正係呢種破釜沉舟嘅霸氣，讓佢喺中年好聲音4呢個強敵環視、神仙打交嘅舞台上異軍突起。佢製出咗佢嘅獨門秘技——神奇雙聲線，依可唔係普通嘅假音。識音樂嘅朋友都知道，男生唱女聲最難嘅唔係音高，而係音色嘅轉換同情感嘅細膩度嘅。尹景順喺舞台上，上一秒仲係雄渾滄桑、穿透力極強嘅男高音，好似係喺訴說一個男人嘅擔當；下一秒瞬間無縫切換，絲滑過渡到溫柔細膩、百轉千回嘅女聲演繹，仿佛係一個歷經滄桑嘅女人喺耳邊低語。呢種流暢自然嘅真假音轉換，唔單止冇炫技嘅特務感，反而充滿咗講故事嘅戲劇張力，屢次讓現場嗰啲閱人無數嘅苛刻評判嘆為觀止，更讓全港觀眾為之瘋狂。就咁樣，佢從一個默默無聞嘅大馬駐唱歌手，一路過關斬將，獲網民封為無敵黑馬，甚至得到咗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嘅稱號——東方不敗。如今佢更是挾住總積分第1名嘅傲人佳績，強勢殺入咗終極7強。從大馬酒吧嘅駐唱歌手，到香港旺角健身房裏嘅爆肌狂人，從為咗保護爽字同體態，連魚蛋都唔敢多食一口嘅苦行僧，到如今舞台上顛倒眾生、艷驚四座嘅雙聲魔王尹景順嘅故事，其實就係我哋常說嘅香港精神。唔認命搏到盡。8月23日星期日晚上，啟德體藝館，呢唔單止係一場總決賽，呢係尹景順對自己35年音樂人生嘅終極交代。除咗精益求精、爐火純青嘅歌唱技巧，更配上佢苦練而成嘅44寸爆肌身形。呢位視覺與聽覺都拉滿嘅實力派，
到底能否喺決賽當晚順利登頂，攞下中年好聲音4嘅總冠軍寶座？佢仲會唔會製出比雙聲線更令人震驚嘅終極秘密武器？全城拭目以待。各位觀眾，你哋覺得尹景純奪冠嘅機會有幾大？佢嘅神奇雙聲線有冇打動你？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同我一齊預測呢屆中年好聲音嘅最終王者。如果你喜歡今日嘅深度挖掘，唔好忘記點讚、訂閱並分享俾你嘅朋友。我哋下期賽事追蹤不見不散。